新北市对今日开始连续10天举办艺术节活动，用光影灯火拍伫有历史的建筑物顶头，亲像是教堂、公庙局、博物馆这古迹，光影影水当当。美丽光影投射在有85年历史的新竹公庙局，配合音乐，展现出无同款的古迹气氛。佮用动画故事，让民众了解古迹过去的历史。光线搭配音效，其实蛮震撼的。然后其实看到中间真的会起鸡皮疙瘩。我们希望就观者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动画，能够了解到早期的电影的一个文化。那在这个当中，我们也邀请了绘师。那以前有那个电影的手绘绘师，那特别为我们这个地方再重新做创作。100组艺术团队甲志工用1年时间设计准备。在新北市9座古迹建筑物，用光影连接音乐，讲台湾甲新竹的故事，让大家能够很清楚的知道，这是一座前公卖局的一座建筑物，所以让科技跟古迹在这个地方做一次比较不一样的结合。艺术节活动对2日开始到10月底，下午6点开始演出，用现代科技甲历史古迹。重新呈现在民众面头前，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